想喺新界揾個交通便利、社區成熟嘅安樂窩，沙田絕對係唔少人心水之選。而家等我哋帶大家睇下沙田區兩個上車熱點同埋兩個換樓升級之選，我哋仲會分析埋優缺點同埋入場門檻。準備好未 ？Let's go！ 第一站，我哋嚟到沙田第一城屋苑，提供1萬伙，面積284方尺起，主打2至3房。第一城咧就係新界東咧出咗名嘅上車盤啦。我哋呢邊嗰個間隔都比較多元化啦，但係主打咧都係上車客居多，銀碼入場咧大約都係400萬左右啦。咁啊屋苑嘅配套其實都好完善嘅，包括你見到身後第一城置富都會啦，有商場啊、餐廳啊、超市啊，其實一應俱全嘅啦。其次就我哋屋苑有啲多啲家庭客啦，因為始終沙田區咧咁啊特別比較多少少英中啦，咁所以就都好多家庭客咧係選址過嚟沙田居住嘅。Kelvin 仲有少少補充，佢話呢度屬老牌屋苑，買入單位嘅時候要預計好一筆維修費，而且屋苑規模比較大，部分座數距離鐵路站會較遠，各位揀樓時就要記得留意好單位座數嘅位置。第二個熱門上車屋苑係沙田中心，呢度係沙田市中心嘅核心地段，提供大約1004伙，實用面積約288方尺起，主打1至2房，符合上車客嘅選擇。如果你話上車咧，交投比較活躍啲咧，就我身後呢個沙田中心同埋好運中心啦。咁啊入場價錢大約430萬左右。咁啊每一個屋苑咧，我哋自己樓下咧都有個商場啦。咁啊同埋都比較近街市啦，巴士站嗰啲都幾方便嘅。咁因為沙田咧係新界比較早期發展嘅社區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呢邊嘅樓齡咧一般都30年以上噶啦，但係又勝在間隔比較實用咯。沙田中心生活相當便利，多個商場組成龐大嘅購物網絡，行去沙田港鐵站都只係5到8分鐘，搭車出行唔使兩頭騰。而附近更有圖書館、體育館等設施，社區配套非常完善。如果想換樓，追求全新樓宇、豪華會所同鐵路上蓋便利，咁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大圍站上蓋全新地標柏傲莊啦。呢個樓盤嘅最大賣點係無縫連接大圍站，同時坐擁超過30萬尺豪華會所及綠化園林，生活品味即時升級。屋苑單位間隔多元化，由2房到4房都有，景觀開揚，部分更可望城門河景。Kelvin 同我哋講，柏傲莊而家3房663尺，入場大約1380萬。同區另一選擇係名城，入場價低一啲，718尺，1170萬左右。咁我身後咧就係大圍嘅柏傲莊啦。咁啊啱啱睇過沙田新城市市中心嗰邊咧，就樓齡都比較耐，好多新界東如果想揾新樓嘅話咧，都會過嚟大圍呢邊啦。而比較全新嘅話咧，就係柏傲莊我哋呢個位啦。咧樓下黐住維坊商場啦，買嘢食嘢啊、戲院啊，一應俱全。咁同埋後邊咧，我哋都好多餐廳啊、食肆啊、街市啊、民生咧都好方便嘅。另一個換樓之選係新城市廣場3期，呢度並唔係講商場個泊，而係連接住新城市廣場嘅住宅項目。咁啊再跳一個換樓選擇咧，就可能樓齡比較耐啲啦。咁啊新城市廣場3期，咁啊實用面積583尺咧，最平入場咧870萬都有啦。我哋呢個區咧嗰個租客群都好強大嘅，因為我哋黐住大學啦。咁基本上每年嘅暑假咧，租務都會十分暢旺嘅。總結嚟講，沙田區既有沙田第一城、沙田中心呢類交通便利、配套頂級嘅上車盤，又有柏傲莊、名城、新城市廣場3期呢類升級豪宅選擇，可滿足唔同階段嘅置業需要。
新界東咧普遍細銀碼嘅上車盤投資咧都有4厘以上回報㗎啦，咁所以除咗自用嘅客人之外咧，投資者都好受歡迎。而新界東咧亦都相對地跌到依家今日嘅價錢咧，亦都比較低水啦，咁所以好多客去追捧咯。從長遠升值潛力嚟睇，沙田作為新界東核心，社區發展成熟，東鐵線直達金鐘，加上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概念，區內樓市依然有穩健支持，所以無論係上車定換樓，沙田都係一個值得你深入考慮嘅區域。